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Simon，係做咗26年嘅澳洲專業移民顧問，數千成功案例。今日同大家講下持有485或者482簽證嘅申請人，到時申請 Hong Kong Stream 189嘅話，需要注意啲咩事項？之前都講過189 Hong Kong Stream 申請嘅條件同埋提供嘅文件。今日就提醒大家邊啲係關鍵嘅。首先係189.241，係澳洲移民條例嗰度規定，申請人喺申請189 Hong Kong Stream 之前所持有嘅簽證必須要遵守每一個簽證嘅條款，就係482、485同埋相關佢哋嘅過橋簽證嘅條款。咩叫485條款？譬如係4501，係8501條款。呢個條款即係要 maintain 嗰個醫療保險。換言之，你持有485過程當中，隨時都要有醫療保險，要適當嘅醫療保險。如果你係斷咗嘅話咧，移民局可以話你冇遵守呢個簽證條款而遭到拒簽，因為我都見過好多例子，所以咧冇嘅話咧，斷咗嘅話咧，要想辦法補翻佢，back day 都要噶啦。好啦，咁另一個條件就係189.242，就係申請人通常居住喺澳洲係連續4年。呢個通常居住連續4年嘅條件係再進一步解釋，就係一個人通常居住嘅地方係透過佢哋嘅實際居住地，即係呢個人食飯、瞓覺同埋有個家嘅地方，同埋將呢個人係咪將呢個地方當作佢嘅家嘅意圖嚟評估嘅。移民局係咁樣去審理嘅。食飯、瞓覺同埋有個家嘅地方，實際居住地啊，咁係咪所有家庭成員全家都要符合呢？移民法係189.24嗰度話係主申請人符合就可以啦。咁樣如果有啲人真係要翻出去，譬如翻香港要一段時間因為有父母患病或者係年老嘅，或者係有患病嘅親屬，一定要去翻照顧佢哋，身不由己嘅情況下，咁我建議係提供相關嘅證明作為備案。譬如咧就係醫院嘅證明啦，父母或者係親友患病住院嘅證據、收據、醫生嘅證明、買藥、藥單等等啊。咁同時咧，仲要保留喺澳洲嘅住址證明，例如水電煤等等，證明你仲係住喺澳洲，澳洲先係你嘅家，而返香港只不過係臨時迫不得已嘅啫。咁呢個證據要留翻嚟，說服移民官，不然的話，你翻咗去咁耐，移民官會覺得你唔係通常居住，澳洲唔係你嘅家。OK，咁樣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有咩嘢可以私聊我，拜拜。